我觉得澳门过年的气氛非常的浓郁。我是第一次来澳门来过新年，舞龙的这些活动，然后看到就觉得气氛也非常的棒，然后活动也非常的丰富。就刚才财神好像有路过，感觉的话很喜庆，然后感觉跟我们的内地文化是一样的，比我们那边更热闹一点，更喜庆一点。会推荐给你的朋友啊，之後都過嚟這邊過節。會的，大家歡迎都到澳門這邊來旅遊，然後跟我們內地更多的交流。旅遊局今日農曆大年初一喺大三巴牌坊及議事亭前地舉辦歡樂春節2026年龍騰舞躍賀新春社區巡演活動，與居民旅客歡度春節。活動安排238米長嘅大金龍及18頭成獅，聯同財神、福祿壽三星、馬生肖、金童玉女以及澳門旅遊吉祥物默默向澳門居民同旅客拜年，以及派送金元寶，取其好意頭，馬年興旺。喺巡遊隊伍嘅帶領下，嘉賓們由大三巴牌坊到達議事亭前地燃放炮竹，寓意炮竹一聲除舊歲，揭開1連2日巡演活動嘅序幕。春節始終都係我哋中國人嘅一個大嘅一個節慶啦。咁再加上咧，今次即係我哋連續3年啦，都已經係我哋嘅活動都已經納入咗我哋國家文旅部嘅嗰個歡樂春節嗰個活動框架。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都好希望咧，能夠係喺呢一個喜氣洋洋嘅日子嘅話咧，咁第一帶俾人歡樂啦，咁二嚟咧亦都可以通過呢啲活動咧，可以吸引多啲嘅唔同嘅旅客啦。咁啊，整體今年因為係9日嘅一個黃金週啦，咁都預期咧就可能都去到140萬人嘅一個總量嘅，平均嚟講每日都會係介乎喺158000至到呢個175000人之間嘅呢一個數字。唔少商戶對今年新春長假期嘅市況相當睇好，做足措施把握今個檔期嘅商機。預期今年新春假期嘅長假期咧，會唔會多啲人嚟？應該多啲人嘅。年尾嗰次又多咗好多人。係，有冇啲咩部署啊？有冇備多啲貨啊？有貨，貨源充足，有9號檔嗰啲又多啲人㗎啦。繼年初一同初二嘅社區巡演，駿馬騰飛歡樂春節2026農曆新年花車匯演將喺年初3、2月19及正月12、2月28日分別喺西環湖一帶及北區舉行。旅遊局喺新春期間亦都會獻演3場金駿雲祥歡樂春節2026無人機煙花匯演，活動首次引入無人機融合煙花表演，利用科技與藝術結合，增強煙花表演嘅層次感與觀賞性，豐富節慶體驗。3場無人機煙花匯演將分別喺大年初3、2月19日、年初7、23日以及正月15、3月3日上演，大家唔好錯過啦！